好啊！火炭星海提案分享嘅 Angel，今日帶大家嚟到火炭站星海提案，係一個位於極高樓層望開揚景觀、實用面積944尺嘅優質單位。我哋今日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3座極高層，實用面積944尺。單位嘅露台外望一片開揚嘅景觀。客廳係長形嘅兩邊廳間隔，客飯廳分明，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埋電視櫃。牆身夠闊，可擺放多個儲物櫃。而飯廳嘅位置可擺放大型嘅餐台。客廳設有對流窗。廚房面積寬敞。廚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附設發展商嘅名牌家電。廚房入邊有個工人房，工人房係套廁嚟嘅。穿過走廊第一間嚟到嘅洗手間，保養新淨，設有浴室寶，係用旗杆嘅。第一間睡房間隔方正，除咗同客廳一樣望到開揚嘅景觀之外，可擺放雙人床同衣櫃。第二間睡房放置咗單人床同埋衣櫃。單位設有一個細嘅儲物房。主人套房面積寬敞，有獨立嘅工作平台，放到雙人床同埋衣櫃。洗手間有窗，係用浴缸嘅。大家睇完呢個單位，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，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